319超級月亮照地球，隨時明日之後。下星期六3月19號，對於一班天文攝影發燒友嚟講，可以話係大喜日子啊！超級月亮會喺當日出現，到時月球會最接近地球，距離只有357000公里，相等於喺400米嘅運動場跑89250個圈。曾經喺1955、74、92同05年出現過。不過月光光，心慌慌，地球分分鐘有危險啊！網上就流傳唔少陰謀論，話超級月亮會造成引力變化，干擾氣候，觸發地震同火山爆發。唔係冇根據噶。對上一次喺05年，超級月亮出現前2星期，印尼就發生世紀海嘯，超過20萬人死亡。1974年聖誕節，熱帶氣旋特雷西吹襲澳洲，就搞到達爾文市成為廢墟。今次仲係自92年嚟最近地球嘅一次添。日本仙台以東海面，尋日就發生7.3級大地震，東京居民都感受到建築物搖晃，但冇人命傷亡。不過天文學專家就反駁，話超級月亮只會影響潮退潮漲水位，根本冇乜特別。